最近新冠肺炎等咧关家，疾管署宣布要买疫苗，病毒株是选定 JN.1。不过，美国甲加拿大已经决定年底要注上新的 KP.2 疫苗。外界就提出质疑，是安怎咱台湾买疫苗永远都对袂着阵，盲人一卡步。疾管署是回回讲，要选用 JN.1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。目前的制造商主要就是在美国嘛，当然是优先供应美国。那其他的国家呢，通常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会比美国政府晚一点。供货还是有个次序的，当然，另外就是价钱也是不一样嘛。选用 JN.1 最主要的原因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建议 ，JN.1 呢能够产生有效的一个保护力，不管是对 KP2 也好，或是 KP3，或是 JN.1，或是其他的一个变异株。疾管署表示，国内外疫情 JN.1 拢是主要的病毒株 ，KP.2、KP.3 的变异株拢是为 JN.1 生出来的，所以这 JN.1 的疫苗对3种病毒株拢有保护力。另外，秋冬的新冠疫苗10月初1要开始注，疾管署表示目标上无爱注2成，差不多是460万人。嘛希望60岁以上的注射率上无爱有4成，高风险族群就爱注2档。